Hello，早晨啊，我係阿 Sam，又係做運動嘅時間吓，坐翻喺度啦 ，OK 吓，好，今次咧偏前少少坐咁多吓，好，伸直腰放鬆啦，我哋吓，第一個動作咧就大幅度少少啦，我哋今日吓，好似咧拉條繩拉大纜咁樣嘅 ，OK 啊，隻手指要靈活啲吓，開合 ，OK， 記得吓，好嗱，拉住，拉埋嚟，來回好似隻手咧上下好似打圈咁樣，吓，側邊睇咧就好清楚嘅 ，OK 吓。記得手掌咧係來回開合 ，OK 啊，靈活少少啦 ，OK 吓，好停一停，跟住嗱，一隻手垂低先，喺外側大幅度攞上嚟，摸到後尾枕 ，OK 吓，個頭可以就一就嘅，落翻去，來回大幅度做，上唔到嚟點算咧？咁樣唔緊要嘅，盡量做啦吓 ，OK 吓，上唔到咧或者近吓，即係去唔到咁遠咧就近少少啦吓 ，OK 吓，側邊啊一個大嘅弧形打開 ，OK， 摸到後尾枕就摸啦，另一邊手啦。係咪個頭係可以就一就嘅 ？OK 吓，隻手未必達標喺側邊或喺前面得唔得咧？咁樣盡可能盡量跟住做啦，都係嗰句 keep 住要喐就得噶啦。好得，停停先吓，呢個係好大幅度啦，係咪吓？另一個動作啦吓，打橫啦，一隻手交叉搭住自己另一邊膊頭先，跟住手踭盡可能係提高啦，然後喺呢個水平線嗰度打開咯吓，盡可能咧打開嘅時候喺後邊咧。就縮一縮個背脊啦吓 ，OK 吓，即係大幅度吓，但係小心隔籬唔好有人先啦，係咪？OK 吓，來回做吓，5至10次之間左右咁就得噶啦。記得個手踭咧就唔好跌低咗咯喎 ，OK 吓，另一邊咯，好吓 ，OK 嘛吓，係啦，一齊跟住做吓，最緊要吓，好得到腳咯喎 ，OK 吓，又係大幅度動作落嚟今日吓，嗱，一隻腳咧就係喺前面踢起個小腿，跟住撥開去。放翻低個小腿，好大動作嘅吓，你諗下，好似以前嗰啲大老倌咁樣咧，就係哇隻腳揈開嗰件袍係咪 ？OK 吓，翻嚟嘅時候都係一樣，要提起攞翻嚟 ，OK 吓，好3至5次或者5至10次啦吓，好另一邊咯吓，大幅度踢起攞起，你想象下好似地下有嚿嘢咧，你要攬過去咁咧，咁就得噶啦吓，但係小心真係踢到嘢咯 ，OK 吓，好坐喺度就好安全嘅 ，OK 吓，好吓。做完之後咧，會有少少咁多喘氣，之後會攰都係正常嘅吓 ，OK 吓，記得早啲休息，唞多啲咧，咁就應該冇事嘅。聽朝我哋會繼續出片，如果你未訂閱我哋頻道嘅話咧，喺我哋嘅圖像嗰度咧撳入去，跟住咧撳訂閱嗰個掣，聽朝我哋準時再見面，一齊做運動。